世界万航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土啊。观众朋友，咱才捌讲斯洛伐克代表团访问台湾的意义，即马搁较进一步，台湾斯洛伐克签一个民商司法合作协议，讲司法合作恐惊无介具体，总是台湾甲斯洛伐克自2003设立代表处以来，做生理交流掠外，即马搁进一步伫排解纷争、合作打击犯罪这方面来建立实质的关系。小详的协议，马英九总统时代是甲中国签，安尼咱较会了解，这是一个要甲啥物国家做朋友、行斗阵的问题。台湾即马伫东欧找到侪机会，上时欧洲议会嘛，搁再一摆讲到台海安全、区域稳定的问题。蔡英文总统嘛接受邀请，要伫 Copenhagen 民主峰会来线顶演讲。疫情、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以来，世界拢在讨论安怎反制有野心干扰区域稳定的独裁国家。真显然，见若世界讲到这，台湾就伫迄个讨论内底。今仔日，咱就来讨论台湾这个民主国家伫后疫情时代的角色。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曾志东助理研究员。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前外交官时代力量国际中心刘树杰主任。大家好。邀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吴建中副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吼，即马斯洛伐克甲法国两个代表团拢伫台湾地访问吼。斯洛伐克国会友台小组的主席讲，准伊也有一口气，就要甲台湾徛做伙吼。法国代表讲会帮助台湾来反抗压迫者，这个压迫者是啥物人？咱足清楚的吼。咱搁看到欧洲议会今年第5摆通过友台的报告，这个报告内底讲，台湾是欧洲伫印太地区重要的盟友。咱看到蔡英文总统嘛，即摆要受到邀请吼，要伫 Copenhagen 民主峰会来线顶演讲，就是今仔日暗时哦。这个民主峰会当这时，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嘛有接受到邀请吼。咱知影讲，即摆乌克兰甲台湾是全世界拢在看。这个问题，咱今日要来探讨。但先，咱先来看甲斯洛伐克签协议的报道。法国参议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也是友台小组的副主席格里欧，吹背带跨党派议员访问台湾，这是法国国会今年来第3遍组团来访。总统府讲，这表示台法之间的关系正紧密友好。格里欧表示，希望让就此更加了解台湾，真正彼此之间的关系。格里欧是伫2018年了第2遍访问台湾，总统蔡英文找到早起，将会接见并且颁发大小钦分勋章，感谢伊对台法国会交流的贡献。另外，外交部长吴钊燮也颁发贸易外交奖章，和正伫咧访问台湾的斯洛伐克国会友台小组的主席欧舒斯基，表彰伊对台苏之间关系的贡献。Representative of one China theory, but this is the China, not the despotic regime behind the threat. You are China of democracy, and that's why you deserve name of China and not only Taiwan. 台湾甲斯洛伐克也签署台苏民事及商事司法合作协议，真正双方的司法合作。司法院副院长蔡景敦，也个法务部部长蔡清祥，拢有参加签署仪式。记者综合报道。好，但先曾老师，咱看到这个报道内底，斯洛伐克的代表有挺台的言论吼。即马咱看到法国嘛伫台湾伫访问，咱看到欧洲侪国家即马开始甲台湾伫交配。咱知影台湾较早吼甲美国的关系较密切，拢伫要义咱甲美国的关系。即马侪欧洲国家开始伫甲咱交配，这个意义是啥？伊讲地书即款的状况，有啥物款世界的地书来地书即款状况？我想讲啊，吼，头一点就是讲，即马欧洲国家啊，对中国来讲啊，吼，嘛看足反感的吼。是。足反感主要，咱会使讲有3个部分来讲吼。头一个当然，伊是讲伊是专制国家，就甲欧洲国家拢无共，这就咱像水跟
这个有赶快吼，迄都无法度斗阵，所以你看因都拢伫遐强调啊，咱是民主的阵营吼，这头一个，因为这个意识形态无共。按第二个，咱会使来讲，就是讲，迄中国即马那像经济起来啊，按足强的，按伫外口讲话拢足大声，咱足有名的战狼外交嘛，吼，按那像迄土豪安尼，按到迄民族国家迄一寡欧洲国家看起来，就讲你嘛袂使安尼嘛，你强嘛，是毋过足咄咄逼人，就是安尼啦，吼。所以讲伊的态度，都导致讲这个一些欧洲国家吼开始对中国的反感。当然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讲俄乌战争，吼，俄乌战争，中国甲俄罗斯徛做伙，这当然这对欧洲国家来讲，这影响足大的。因为对欧洲国家来讲，像咱台湾是伫东亚，坦白讲啊，较唔淡薄啊。毋过即马中国伫亚洲的中国去支持俄罗斯，这就让规个欧洲国家来讲，这个中国的所谓的敌人台湾，应该即马都吸引他们的这个注意力了，所以我讲这最重要。我头讲三个一个价值，一个就是讲伊的态度，伊的战狼外交，高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认知。好，第三个就是甲俄罗斯徛做伙，规个让整个欧洲国家对中国反感。当然，对中国反感，因头一个想到就是徛甲中国徛头前这个。被威胁的台湾，台湾所以讲即马把乌克兰代志，跟台湾都时常被相比较嘛，就是那像俄罗斯去欺负乌克兰，都那像中国被欺负台湾赶快。所以坦白讲，这个俄乌战争啊，哈，特别是中国跟俄罗斯徛做伙，对咱台湾来讲，就有帮助的啦。对，台湾是徛上头前在对抗中国的国家，所以欧洲要对抗中国嘛，就会想到讲来甲台湾徛做伙。因就会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啦，就看到乌克兰安尼吼，在头前顶住俄罗斯，就想到咱台湾徛头前在顶中国。是，所以讲当然，伊即马我头仔讲一个价值，一个中国的态度。一个企图心，第三个就是俄乌战争，甲徛在这三个原因加起来，我们可以说，现在局势对咱台湾袂歹，是，愈来个即马才拄开始呢。我会使安尼讲，不过最重要的就是讲，咱家己吼，嘛爱很沉着的，像蔡总统讲的吼，得到支持卖冒进，就讲得到支持，即马我就冲安尼吼，嘛袂使。是，你。爱好国际社会感觉讲，咱台湾是一个负责的一个国家，一个对区域和平稳定拢有帮助的国家，毋是讲 trouble maker 安尼。所以讲，台湾即马在亚洲变成最重要，就是反抗这个反制中国这个集权国家，这个文攻这个扩张主义这种。对外扩张主义的一个侵略国家，你看伊对台湾，还有对南海都是安尼。是，老师拄则讲到这个中国的战狼外交吼，伊安尼武甲全世界大个国家，无介意中国，因家己敢唔知，敢袂想要调整？我想这那像迄宿命的吼，咱讲宿命就是讲，伊知影是这叫知易行难啦，伊嘛知影安尼唔对，毋过你看。因的外交官都讲话拢比讲较歹听，比歹听。那像你，当然啦，这可能有人是讲伊要表态啊，伊若讲软弱的话，伊可能到时阵会被检讨啊。那所以讲，伊即马都爱follow习大大对所谓的这种对国际社会上面，譬如说这种针锋相对、毫不退让的这种态势。表示咱中国已经徛起来，咱中国是大国啊，毋是讲以前的弱国。所以讲伊这块人的心态导致，即马较有一寡
所以讲，即马讲话，就讲一大声。当然啦，咱就讲啊吼，后摆无落皮久啦。好，美国甲欧洲即马因开始都是把中国当作最主要的这个竞争对手。是。所以讲即马对因避免要甲伊军事冲突，不过咱会使看，不管是从经济，除了军事方面，可以说是即马全面。跟中国个对抗竞争起来，好，所以咱会使来看，就是伫这种竞争的格局内底啊，好，咱台湾的能见度就越来越高。是，好啊，老主任，咱即马来看吼，为2019年开始吼，台湾讲倒转来都是甲斯洛伐克有足侪协议，足侪层面，譬如讲经济发展啊，司法合作啊。过来就是咧创新的产业啊、贸易，而且阁有太空中心哦，阁有观光合作，即马有一个民商的司法合作协议，咱看到签侪协议吼，侪人会讲遮个外国的代表团来台湾访问吼，一来，敢若无啥物实质的意义。咱看到遮个签订的协议，事实上有真正有做遮个代志。咱即马甲东欧甲欧洲在交配吼，咱实质的意义成果，咱除了遮个协议以外，会当伫啥物层面来看到？其实看到遐尼侪咱台湾甲欧洲，特别是咱台湾甲斯洛伐克这双边的合作，签遐尼侪这个协议，其实我看心嘛是足感动的，因为阿托你可能知影，我过去就是即个咱外交部吼，欧洲署吼，即中东欧科的科长吼，所以我负责的即个业务吼，事实上都是咱讲这斯洛伐克啦、捷克、波兰这些国家，所以所有咱讲即个台湾甲斯洛伐克，也是讲台湾甲所有整个即个中东欧区所有国家即个双边的合作吼，其实拢是长期咧发动咧做的代志。有一寡代志是阮过去都有咧做，到即马水到渠成。我看到即个咱讲即个台斯民事吼暨商事司法合作协议，其实这是过去阮足久吼，每年吼，阮台湾甲斯洛伐克若是有双边的即个高站咧开会时，拢会去讲着讲，未来是毋是有啥物款的合作的即个项目，是咱会当继续吼来做的。包括即个咱去年签的即个台斯刑事吼刑事即个司法合作协议吼，这拢是阮过去一直咧做所以讲。较早伫遐咧做吼，继续一棒接一棒，安尼水到渠成哦。我用一句话来形容，这就是咱讲堆积木吼 ，building blocks 吼，个堆积木。虽然讲目前咱甲斯洛伐克未有邦交，未咱讲正式的建交，但是透过一个这种各式各样这个合议哈，来这个签订，其实你当去看会出来讲。其实有真侪代志，咱会当吼做了比有邦交即个方面更较好吼。目前你看起来吼，咱主要嘛是为贸易、商业、观光、甲司法，安尼这些咱讲较实质的即个方面先开始做。未来是毋是会伫外交咱讲较形式面即个方面来做？我感觉嘛毋是无可能，因为你看即边即个斯洛伐克即个团长啊，即个议长，伊都有讲啊。伊讲，咱即个台湾驻斯洛伐克即个代表李南洋，伊做了真好啊，但是伊想要做代表，伊想要袂当，阮想要袂使叫代赛，想要叫代表，所以伊嘛会去想讲，其实台湾甲斯洛伐克两个国家有遐尼侪合作，有遐尼侪共同会当来做伙来努力即个方面是安怎？即个咱讲 head of mission 吼，即个馆长，咱爱叫伊叫代表，袂当叫伊叫大使。伊甚至就讲伫咧咱斯洛伐克吼，即个管处的门口，是毋是会当挂即个咱台湾的国旗，中华民国的国旗甲挂起哩？因为目前是袂当挂，你是毋是你会当挂？所以透过真侪即实质的方面，咱讲即个贸易吼，即个商业、
观光、书法各种咱讲 building blocks 堆积木的方式，吼，斯洛伐克的歌长去想讲，其实咱甲台湾根本就是咱讲准邦交。 即个关系啊，有真侪会当做吼。其实我会当讲一点嘛，那伊即边即个团吼，其实吼，阮伫较早吼，伊有讲一件代志，因咧争取讲是毋是华航也是长龙会当来直飞啦。伊讲你要去促进这两边的观光甲即个贸易甲商业即个往来啊，是毋是会当做直飞？所以这嘛是。 足久吼，安尼长期咧讲，虽然讲目前还未讲即个有一个成果，但是我相信啊，以后嘛是有可能有一个成果安尼。是，吴教授，老主任讲到一个代志足重要的吼，就是讲实质上会当做啥物代志。咱看到斯洛伐克这个国家吼，伊本地是甲捷克这个国家是合作伙，叫做 Czechoslovakia。 伫1948年，苏联入侵因的国家，这个国家煞变做一个共产国家。过来，伫1989年，因有一个天鹅绒革命吼，结束共产党的统治。到1993年，天鹅绒分离，就是甲捷克这个国家分开，来独立变做 Czech 甲斯洛伐克这个国家。因历史上甲咱 事实上有一寡对党的对抗共产国家吼，咱看到老主任拄则讲签侪协议，这是实质的合作吼，互咱来想到信界先版讲的有诶代志吼，你落去做就好，莫讲；有诶代志你会使讲，无法度做。咱即摆看到台湾甲欧洲遮个国家，尤其是甲斯洛伐克，这个实质的合作，也就是讲老主任所讲的实质的邦交的关系，可能无迄个法律 的规定，毋过这实质的代志，会当帮咱甲欧洲，还是讲世界各国的合作，敢毋是？是，我想吼，其实即届斯洛伐克即个参访团来时，咱会当看到两件代志。头一件就是即个咱中华民国台湾吼，咱的议会外交的部分做了非常成功。是，吼，毋管是对美国吼参众两院，还是讲对欧洲吼，咱看即届是斯洛伐克甲法国的迄议会团 来参访咱的台湾，咱知影所有国家内底有行政部门啊，甲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内底当然，我嘛看到过去内底，包括吼中国用各种的迄款白贼话，用各种的迄款野钱的方式去交朋友。但是咧，咱嘛看到伫立法部门内底，其实因遮的代表吼，其实是一票一票选出来。咱过去咱看到咱的外交部。 啊，伫迄个各方面吼，即个遮的迄款立法代表在交配的时阵，迄是一个长久的一个过程。吼，咱要看来讲，今仔日咱甲斯洛伐克有签这协议，其实咱嘛看到这中有足侪无简单的部分。这咱头一件爱讲的，就讲台湾非常重视甲这民主国家的迄款议会外交，这是咱爱看到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因为过去吼，咱拢看到是讲，咱拢算有几个邦交国，一个、两个、三个，中共吼伊亚钱了，甲中华民国台湾的迄种邦交国一个掠掉。但是咱嘛爱想一件代志吼，比如讲中国甲乌克兰、中国甲罗西亚拢有邦交啊，但是你也看到，因拢有邦交的情形之下，中共徛伫对一边，伊徛伫迄个入侵者罗西亚这边，伊无徛伫 乌克兰这边啊，因拢有签邦交的这款关系啊，所以咱来破除一个迄款想法，就是讲，除了有邦交以外，你要提悬实际迄款合作的这款关系，迄种的较是朋友，迄种较是兄弟。但是咱看到伫迄个斯洛伐克内底吼，其实甲台湾吼有共款的迄款基地。除了咱我讲到，除了共产国家这款威胁以外吼，其实咱看到。 其实捷克甲斯洛伐克一开始因是共一个国家，尾也拆分开。但是咱看到，我主持嘛讲到，伫天鹅绒革命的时阵，苏联的 tank 塞入去，怎甲因的少年人镇压。不管是捷克也好，斯洛伐克也好，因的基地拢有一个基地。但是上重要的是啥物？其实伫苏联入侵捷克甲斯洛伐克进前。 这个国家伊嘛受到纳粹德国的迄款入侵，吼，伫大战的时阵，迄个时阵，迄个纳粹希特勒入去这个所在的时阵，咱看到啥物？希特勒去占领苏台德区，
然后甲捷克、甲斯洛伐克甲控制在伊手下。英国甲法国皆无代志。对啊，过去的这强权吼，这强权对安尼的代志，若是当作拢总无看到的时阵，这威胁者、这入侵者就会愈嚣摆。其实咱看到就是过去吼，不管是美国也好，欧洲各国也好，过去中国拢是表现告诉敢若一个跟参交迄种感觉吼，伫个世界吼，即我要甲你做基础建设啊，我要甲你投资啊，我要甲你做商业。但是足济吼，拢是讲会到，但是做袂到部分。但是台湾虽然国家较小，但是咱台湾足守信用。甲人签的协议内底，咱的这代表处也好，咱这外交官也好，甚至民间的这 NGO， 拢想要去帮助吼，这协议会当落实落来。落实落来了后，两边较会相信讲，我甲你签的是真的嘛？是。所以咱看到讲，除了有邦交这种讲法以外，但是邦交甲后壁，你有法度先挖做伙、徛做伙无？咱看到这斯洛伐克这个犹太这个主席，伊甲来台湾的时候，伊讲我是台湾人。是。其实这句话吼，其实咱也会记历史的时候，过去美国的总统吼甘乃迪去甲迄个西德去柏林的所在，伊就讲啊，我是柏林人。是。啊，咱看到是讲，伊来到台湾，伊讲我是台湾人。为什么伊会讲出这句话？因为台湾一直受到中共的威胁，台湾一直去中共打压台湾伫国际的空间，包括着啥物？咱看到伊来的时候，伊就是希望想要帮助台湾吼参加 WHO。为什么？因为过去这2冬、这3冬，其实欧洲吼嘛是受到 COVID-19 疫情的影响，所以因的经济并无好嘛。是。但是经济无好的时候，中共伊在亚钱的时候，伊嘛未去看到这细汉的国家。是。所以咱看到是讲，伫个这东欧这国家内底，甲台湾共款有共产党入侵的历史，但是对这国家内底，因边啊抑个一个上大的威胁，叫做罗西亚。对。哦，罗西亚这上大的威胁，甲台湾是共款的，所以2个国家内底，大家心徛做伙，因为咱看到因为少年的时阵。拍拼到即摆有一寡会数，但是咱看到是讲，伊坚持这民主的过程，其实甲咱足侪较早迄款民主的成败同款。虽然知影讲啊，威权的这个独裁者是无遐简单会当应付的，但是为什么因拢愿意拍拼，继续坚持落去？因为因相信民主有一天会战胜威权，会战胜独裁者。是，好，咱先来。讲一寡即个我是台湾人这个问题吼，吴老师拄则讲一个代志足重要，就是国会外交做了足好。毋过咱知影讲民主国家吼，国会事实上都是人民，也就是讲咱台湾甲别国做议会外交，都是人民甲人民在交配啊，为这个人民开始达到政府全面的合作。也就是讲，咱看到斯洛伐克这个国会犹太小组的主席，伊会讲我是台湾人，事实上都是伊甲台湾人民有一个建议有一个交配的过程啊，伊会当体会咱台湾即摆的现状，敢毋是？是，这是足重要的。其实大家拢知影吼，咱即摆台湾对国际社会啊吼被孤立啊吼，这全部拢是中共的影响。是，其实坦白讲，咱小，咱嘛无讲小呢。咱经济在全世界20名应该是有啊。咱的台积电即马，卖讲迄欧洲迄小国家，像迄美国、日本拢嘛看台积电，看甲拢台积电去遐投资。所以讲，咱台湾嘛免讲，家己看咱讲哦，咱都是小啊，是安怎？这当然，迄大小是甲中共比啦，吼，啊，毋过其实甲全世界来比，咱真正是足好诶，袂歹，真正是袂歹。啊，所以讲，即摆咱台湾外交上，因为中共诶所谓的吼一中原则，咱即摆迄个孤立起来，当然，咱就以后要安怎来做，就为民间开始来做，就是。好，迄社会，迄大家拢学落讲，咱台湾是真正是一个值得交配的国家，值得尊敬的国家。渐渐，当这种氛围有起来时阵啊，哈，这种所谓的官方的这种
接触啊，吼，都有愈来愈有机会啊。是。啊，老主任，咱看到斯洛伐克这个友台小组的主席，伊嘛有讲到中国中国是一中原则啊，伊讲到后面有一个一中政策的框架吼，伊讲斯洛伐克一个国家无法度去大主大意就改变后面，总是伊望欧洲的国家会当来角起吼，甲民主的台湾徛做伙，安尼中国就变模板。你伫咧做外交官的这个时期，你一定拄到侪国家这款的这个一中的框架吼。事实上，这个一中的框架，咱拢知影，这都毋是写做文字的规定吼，都大家国家家己安尼想，家己要甲中国有交陪啊。无想要互中国受气安尼，伊安尼做在你看，咱突破这个一中的框架的机会伫倒位？其实后面的这个一中政策吼，甲美国的一中政策是完全无共款的哈。当然，这不管是美国还是后面一中政策，拢是甲中国一中原则是两件代志啦吼。我先讲咱后面的一中政策，伊甲美国上大无共款的点，就是讲，整个后面有一个咱讲共同外交政策吼，共同外交甲安全政策，叫做 CFSP 啊，共同外交及安全政策。所以，伊是一个规的后面吼，伊伫外交上有一个咱讲统一一个guideline吼，来做规个后面外交上即个纲领啊，所以。因为每一个国家吼，甲中国的这个利害关系拢无共款。有个国家较需要中国，有个国家伊就无需要中国。有个国家伊可能伫商业甲贸易可能较需要中国，有个国家是伫军事甲国防可能有甲中国有较侪去合作的空间。所以每一个国家拢有无共款的所在。所以伫遐尔复杂的前提吼之下。整个后面即个共同外交甲安全政策是一个非常，咱讲非常高瞻某一方面来讲嘛是较模糊一个概念，所以咱讲后面的一中政策，伊其实无一个，咱讲像美国安尼一个足文字化的，一个足咱讲足 specific 足清楚的一个物件，伊较无。但是你要讲后面整个后面甲中国有邦交，这是确实，这是无错。但是伊甲中国伊承认中国甲中国要建立这个邦交关系，甲台湾这个关系到底要安怎处理？其实我感觉伊的内涵啊一直咧转变，尤其是咱拄仔讲，即边看这个斯洛伐克吼，这个国会这个议长啊，这个友台小组主席讲我是台湾人。其实阿托你敢有印象？去年捷克的议长韦德是来台湾，伊嘛讲同款的话啊。伊这个捷克议长到台湾来访问，伊嘛是伫台湾讲我是台湾人啊。大家好奇怪，伊这句话是为对来，就是咱拄仔老师讲的嘛，就是较早敢若伫柏林讲嘛，我伫当初冷战迄个背景之下，讲我是柏林人，所以你看到捷克议长来到台湾讲我是台湾人，即嘛连斯洛伐克。伊嘛讲我是台湾人，我看这个可能以后会变做口头禅哦。咱敢会当安尼理解，就是 President Kennedy 讲，我是白人人，伊有一个足明确的敌人是苏联。这两位欧洲的代表讲我是台湾人，咱敢会当理解讲，迄个足明确的敌人是中国。这是非常明显的嘛，就是讲不管是捷克，还是讲斯洛伐克，伊即摆讲我是台湾人，其实。因无去明说，即个敌人就是讲，其实即摆中国都是较早的苏联嘛，所以全部即个后面的国家来到台湾，伊感觉讲，阮欧洲国家，阮后面国家，甲台湾是徛做伙，阮拢是民主国家，阮要对抗的，就是中国嘛，因为中国共产党都是一个独裁的国家嘛，所以我咧看以后凡是啦，每一个。欧洲的这个咱讲议长，但是来到台湾访问，可能拢会讲一句话哦，我是台湾人，所以我一看这是足感动的代志啦。我要特别搁讲啊，就是讲吼，因为我过去伫外交部咧服务的时阵啊，这个斯洛伐克伫台湾这个大使啊，这个博塔文啊，其实阮拢真熟啦吼，伊是一个足认真的这个资深的
外交官啊，伊的太太叫梁晨，吼是一个咱坦白讲，因太太梁晨是原本是中国人，不过因为嫁互即个咱讲即个博塔文的即个斯洛伐克人伊规划，所以因太太即卖是吼，因太太梁晨即卖是斯洛伐克人。啊，我就感动是讲吼，即个梁晨因为伊是一个童书作家，伊伫台湾遐侪年，伊对因翁嘛伫台湾对不对？伊专门咧介绍咱是因斯洛伐克这个童书啊，把它翻译哈，为斯洛伐克文哈翻译成中文，啊嘛做真侪这个咱讲较教育甲文化这个活动，所以他就扮演了一个咱讲外交官太太这个角色啦哈，所以我是就感动，就是讲这个博塔文这个代表其实。过去我甲伊来合作的时候，我就感觉讲，其这是哦，所有咱看到这个吼中东欧地区吼，甲台湾这个合作，其实这个馆长吼是非常重要。哈，咱即摆看，你讲不光捷克、斯洛伐克，佮有差不多去年开始这个立德宛吼，全部拢是伫这个中东欧地区哦，吼啊立德宛伊即摆。咱台湾伫立德宛即个馆处，讲要挂一块牌啊，讲是即个台湾代表处。这咱嘛拢讲过，讲伊是全欧洲，甚至是全世界头一个、唯一一个用台湾即个名，吼来刻伫即个咱讲即个馆处的名牌，伊是用台湾字字，吼，台湾代表处吼。啊，即个物件当然中共是足反对、足不满，但是。伊即块牌子，即摆嘛是搁放伫遐哈，所以若是立德宛有法度用台湾代表处，咱看即边即个斯洛伐克即个议长伊嘛讲，以后是毋是用大使馆放国旗？你会讲看到讲以后可能咱台湾伫欧洲，特别是伫即个中东欧即个区域吼，可能阮以后的即个馆处的即个名字啊，会当愈来愈台湾。是。讲到立德宛吼，咱就来看斯洛伐克的代表，伊昨嘛有讲到一个代志，就是讲中国甲东欧遮的拢总16个国家有本地，应该是17个，就是有一个17+1的合作的关系。这个1就是中国，17是欧洲的国家，总是立德宛因为甲台湾交配吼，受到中国的报复，啊，即摆伊嘛退出这个中国甲东欧国家的合作的这个计划吼。吴老师，咱知影这个合作计划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这个同款的这个合作计划，啊，招东欧的国家来甲伊合作，基础建设啦，金融方面啦，总是即马敢若是踢着铁板，因为连斯洛伐克这个代表嘛讲，伊感觉应该爱渐渐退出，敢是中国或者的东欧的国家看破骹手，咱看到讲这个一带一路合作计划内底可能有陷阱。是，咱看到其实过去吼，中国甲世界逐个国家吼，在交朋友的时候，伊拢是用啥物？用经济在交朋友。不管是过去吼，甲台湾嘛是讲，啊无咱来经济合作。合作照理来讲，应该是你好我嘛好。但是咱定下看到吼，伫过去中国的一带一路杀出去了后，怎发现啥物代志？中国拢是先用即个步数来甲你交朋友。但是这交朋友内底签的协议内底，拢有附带条件。吼，附带啥物条件咧？可能比如讲，你这港口接我，啊，港口接我的时阵，当然除了一般的民船以外，哦，我的迄款军舰，可能咱伫遮补给无。所以咱看到是讲，足济吼，这投资的条件内底，拢有一寡陷阱，拢有一寡迄款附带条件。譬如讲，你若是甲我合作吼，你着爱承认一种原则。吼，你若要甲我交朋友的时阵，你着爱承认这。你若无承认的时阵，歹势我着抽头。所以咱看到伫过去内底，其实中国吼，伊伫国际顶头底进行这一带一路的部分，其实这过去吼，大家拢感觉讲是中国伫压钱。其实吼，咱嘛知影，其实中国是趁钱的。为虾米？因为伫中国内底，伊的迄款经济吼，小济物件若是卖无出去的时阵，伊的经济嘛无法度起来。所以伊爱帮伊国家内底遮迄款商品吼，去找到遮的市场。是，咱看到讲，找市场，这足正常啊！咱台湾政府嘛，定要帮咱的农民找迄款水果市场嘛。啊，找市场，大家是拢互相正常安尼交配。但是咱台湾袂去甲日本讲，去甲美国讲，你若要买我水果吼，你着爱承认这个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咱袂附带这个条件，咱甲伊交配时阵是真正用心在交配。但是咱看到欧盟也是伊个东欧这国家内底，其实因拢去用骗几6届啊。为啥讲骗？因为足侪吼，迄款投资签签了后，无实际到位的这个所在。啊，第二个部分呢，这附带条件吼，等到互因的国家内底，其实咱嘛知影立法部门在管啥管钱的。啊，行政部门签遮济，啊，结果实际效益是啥物？拢无效益的时阵，所以咱看到像这斯洛伐克伊要退出这个部分，为什么？因为因嘛有算过，其实甲中国交配内底。无信用，这是头一个。第二个，看到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大家有共同的价值，讲的话唔免阁去要。你讲即句话是啥物意思？但是咱看到讲中国吼用即款拗弯的方法吼，你若袂讲安怎时，我着甲你恐吓。所以咱看去年立陶宛甲台湾设立代表处的时候，你着看到即个部分，其实伊着威胁立陶宛，伊要安怎。但是立陶宛并无接受即种威胁。是。咱看斯洛伐克，因即摆甲咱遮尔好，法国的迄款国会甲咱遮尔好，其实这过去内底因爱承担偌济压力，才会当徛出来甲台湾友好。即个部分其实咱嘛看到国际的方向正在改变。学我主持人嘛有问到，因爱方向才爱改变，毋是方向。其实美国伊推出印太战略的时阵，欧盟伫即个时阵伊嘛杀出伊家己。欧盟对印太战略的挑战，上是伊的挑战，中共是伊的挑战。美国嘛感觉中共是伊的挑战，全世界拢感觉中共是伊的挑战的时阵，安尼到底中共是做啥物毋对的代志？因为对中国来讲，改革开放了后，伊开始有钱啊，伊感觉大家爱尊敬伊，但是像怎大家也是讲只看到伊的钱，因为伊的价值是大家无爱的，因为这款违权的价值内底是。用迄款武力，用迄款镇压的方式去对付家己的人民，所以咱看到欧盟吼，即有推出即个欧盟甲迄个印太战略的迄款挑战的时阵，咱看到德国吼，最近有做一个代志吼，伊无批准大众汽车吼伫中国的投资，政治担保，吼，啥物意思？过去因为德国拢希望伊的国家的遐产业吼，会当去世界去投资，但是伊即届是用。中共因为新疆棉新疆的人权的问题，拒绝大众汽车去中国投资，这是头一届哦。所以咱看到德国绝对是一个足大的国家。斯洛伐克虽然小，但是伊嘛伊个勇敢站出来，所以即个迄个 domino 的效应会愈来愈济。所以咱看到是讲。其实这友台小组来到台湾吼，咱看台湾人民吼，咱的政府、咱的国会，大家拢足欢喜的。是，王老师，你讲到这，咱先来看，就是欧洲议会吼，伊发表一个挺台湾的报告。事实上，毋若挺台湾，因为伊内底的内容在讲啥？伊头一项就是强调中国对台湾的领土有威胁，而且会威胁到区域的安全甲稳定。伊讲的是台海。过来，第二项，伊讲到的嘛是共款，这甲美国所坚持的有相像，伊反对破坏台海现状，高一边大主大义的行动。过来第三项，欢迎台湾伫促进印太区域和平甲安全的作用。这犹原是咧讲印太区域。第四项是要互欧盟甲台湾伫多方面的议题加强来合作。第四项就是要围堵中国甲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吼，摕来讲中国甲台湾的关系。最后是支持台湾参加世界的组织吼。吴老师，你拄则所讲的拄好就是这，虽望咱讲伊咧挺台湾，事实上。欧盟、欧洲议会目睭紧要看的是亚洲的和平甲稳定，这个和平甲稳定，台湾扮演足重要的角色。过去的时间吼，咱知影威权国家、集权的国家吼，因拢在迫害民主的稳定。包括你像疫情的时阵，伊就讲民主国家吼，这防疫的时阵足混乱的，独裁国家足有效率的，讲要核酸就核酸，要 PCR 就 PCR。但是咱看到是讲，要伫人权甲即款即个民主的价值当中掠到一个平衡点。咱看到是讲，其实欧盟、欧洲的议会，也是美国，其实因拢看到一点，
因拢无希望任何一方吼，不管是台湾也好，中国也好，其实拢无希望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因为改变现状对国际社会来讲是毋对的。啊，但是过去中国吼，拢感觉讲咱大国讲的就好，啊，因遐小国吼，甚至于对台湾来讲，伊讲这是内国，哦，这是内政化，这是内政的延伸，所以恁唔好插手。但是咱看到这个欧洲的议会，即摆看到乌克兰战争了后，其实对这独裁者，因的这迄款讲法也好，因的这款做法也好吼，咱其实咱看到欧洲吼，也是美国过去迄款绥靖政策吼，其实是对民主的国家是一个足大的迄款威胁，吼，而且是做唔到的部分。所以咱看到即届因来台湾的时候，不断的强调，就是讲，唔好去犯过去的错误。哦，所以咱甲台湾的这个民主的价值吼，其实民主是台湾的面子，面子开出的时阵，全世界拢熟悉台湾。啊，这个部分其实咱看到是讲，台湾为什么重要？台湾为什么好？就是伫这个所在，伫防疫也好，伫稳定台海安全对，其实台湾毋是 trouble maker， 台湾一直伫这稳定的部分在做努力当中。金老师，吴老师讲到的，实在是足重要。拄则金老师讲的有一个大章头，就是讲国际社会有一个特殊，这个特殊即马金老师拄则所讲的，对台湾是较有利。咱看到欧洲议会这个报告，敢毋是嘛是呈现即款的状况？当然，咱会使看，伊即马讲的吼，其实吼，拢是对咱台湾哦是足好的。毋过大家要注意啦，伊这是议会哈，这不是就那像伊个国会共款，那不是行政部门、欧盟的执行委员会，所以讲，就那像美国国会通过足侪法案支持台湾，毋过行政部门嘛，无一定讲会摕来用啦哈。毋过规个来讲，我讲规个情势对咱台湾是好的，特别是像迄北约秘书长哈，当然北约甲欧盟是无共，毋过基本上来讲，拢是欧洲国家哈。北约以前大家拢是伫全球化的概念底下全球化是讲咱大家卖冤家啦吼，大家就做生意，民生上重要。所以讲政治所以讲民生上重要。所以讲伫这个原则、这个想法之下，所以讲大家特别是中即马起来，经济大家拢要甲做生意，所以讲毋过即届乌克兰战争发生这个北约秘书长讲一句话，我是感觉讲是足重要的。伊是讲咱袂使阁以经济利益高于这个安全跟人权这种价值的观念上面。就是讲以前经济趁钱囥上头前，即马应该迄观念爱甲改过来。所以讲，你看对伊的上军事，等于是军事同盟的这个北约。军事更上重要，毋过即马一开始，伊就是讲，这个大家爱好好来检讨以前，咱把经济放在最前面，结果来影响咱的安全。俄罗斯跟俄罗斯的关系就是上明显的关系嘛。是，以前像迄油大家拢知影油、天然气因拢拢足依赖。俄罗斯是，即马战争发生了后，才知影讲以前安尼把这个坑上头前，这个唔对，所以即马渐渐的安尼来改过来。所以讲，我头拄讲安尼是上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讲无错。讲即马经济是比咱台湾更较大，嘛有可能讲做甲足好的。毋过随着咱的价值观，就是讲。就像咱人毋是讲钱就好嘛，还有其他的价值意义在里面嘛。是。所以来讲，当这国际社会开始在想讲除了经济以外，还有人权、民主、价值这些东西。是。这时候，咱台湾的价值就会出来。这款价值出来，当然对咱台湾。国际社会对咱的支持跟同情都越来越多。
这无合理嘛？像台湾经济全世界20名以内，防疫各方面都是民主做得遐好，为什么那像迄孤儿安尼样，这无道理嘛？是，这完全拢是安怎？拢是一个政治的理由，来就好像是大欺小安尼。所以讲，我是感觉安尼啦。这个乌克兰战争啊，的确，特别是在欧洲啊，激起对台湾的这个同情，这是足侪。因为咱头拄仔讲的，迄斯洛伐克上有名的都是当初在二战时期，就是被绥靖政策被牺牲掉的嘛。是，所以一起感同身受啊，在这样子，在面对强权，面对所以讲。这款集权国家，你若退缩起来，所以因是就有尴尬，所以一讲像捷克嘛是嘛，拢就甲咱支持的，所以我讲因着看到台湾，都想到以前的因，是，所以我想讲，即马规个氛围对台湾是真正是袂歹啦，所以讲咱台湾土地小归小啦，咱阿强这样欺压，在国际上面，无讲足侪国家正式跟我们承认，不过咱会使讲啦，因的心嘛是跟台湾做伙。是，好，老主任接续曾老师所讲的吼，历史历史咧重演吼，咱看到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实在是世界上的大代志啊！因为即届战争，侪国家起来用经济来制裁罗西亚啊。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结束了后，咱相信世界的这个特殊会改变，也就是曾老师拄则所讲的，无甲经济搁放伫上头前。即马台湾不管是高科技也好，民主也好，拢是可能战争结束了后，大家会去要伊的价值，这会安怎来影响到咱台湾以后的国际地位？可能上个主要就是讲未来伫台湾甲欧盟甲欧洲整个咧合作即个方面啊，会慢慢甲这经济甲贸易即个方面提升到政治即个方面，因为大家感觉讲，其实过去虽然讲因为台湾甲欧盟无官方无外交即正式的关系，所以变讲因拢是讲咱暂时以这贸易甲商业来合作，但是未来会渐渐先会甲外交甲政治这个方面来做一个提升哦。咱拄阿土咧伫咧讲，就是讲即个欧洲议会通过即个欧盟甲印太地区安全挑战，伊是今年第5项即个优待的即个报告即摆才6月尔，所以已经有5项报告是甲台湾是有关系啊。所以你会当看到讲，台湾已经伫欧盟即个整个外交即个雷达顶头半年还未到，已经有5项报告摕到台湾啦。这是一个非常对台湾来讲非常重要即个讯息其实去年有一件代志，咱可能有印象，就是讲去年差不多伫10月份的时阵迄时阵伫欧洲议会有通过一个台欧盟政治关系甲合作的报告。当初即个台欧盟政治关系甲合作即个报告是欧洲议会史上头一次针对台湾甲欧盟的政治关系来写一个报告，内底有一个重点，伊就是建议即个欧盟外交甲安全即个代表 Joseph Borrell 伊即个人伊就是咱讲整个欧盟的外交部长啦即个报告就建议即个欧盟即个外交甲安全政策大使啦甲伫台北即个欧洲经贸办事处、欧洲经贸办事处改名变做欧盟驻台办事处伊原本的名就叫做 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EETO 啦来改名叫做这个 EU Office in Taiwan， 所以有2项上主要的改变。第一个就是讲，本地是写欧洲是 European， 一个形容词欧洲的改名甲欧盟整个写出来，
你就直接写 EU Office， 甲欧名写出来，本地是欧洲的哦，改名变成欧盟，甲写出来。第二点，本地是 EETO 吼 ，European Economic Trade Office， 伊无写台湾哦，改名叫做 EU Office in Taiwan。是，吼，所以你就看到讲，去年这个报告，伊就是为了暗示讲吼，未来欧洲、欧盟甲台湾双边这个关系会慢慢甲这个外交甲政治方面放在台面上讲，唔免个暗看。较早拢是讲吼，阮甲台湾无正式这个邦交，阮来讲无要哈讲商业，但是以后我咧想啦吼，来个加上咱咧讲嘿，这个今年这个罗西亚吼甲乌克兰这个关系啦，大家慢慢去感觉讲，其实吼，咱甲台湾吼这个未来双方这个外交这个互动，其实应该要较大方的，因为台湾都是伫民主这个阵营来这个阵营里面哈，一个甲台湾交往、甲台湾来互动，其实无虾米通因为中国的这个因素，伫遐咧这个咱讲遮掩吼，所以我咧想，这个吼对台湾是最重要的啊。今年吼虽然咱讲台湾无法度来参与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吼 WHA 啦，但是咱嘛去看到讲吼。伫 WHA 吼，替台湾来讲话，替台湾来咱讲来即个发言，即个国家吼愈来愈侪吼。过去乌克兰是无帮台湾讲话，今年乌克兰都有帮台湾讲话，所以我咧想啊，就是讲吼，阮是希望讲吼，伫未来吼，整个欧盟的国家吼，对台湾来参与即个国际组织，特别是即个世界卫生大会，会当有。阮看到愈来愈即个明显吼，愈来愈重要即个发展安尼。是，金老师，老主任拄则讲到，欧盟驻台湾的即个办事处改名即个问题吼，咱知影对咱台湾人来讲，叫做台湾，咱拢真欢喜，咱一直想要正名，即个正名运动，咱进行真久啊。总是老主任拄则所讲的代志吼。对，毋若对台湾人的这个角度正名而已，尔是欧盟要用这个更较政治层面的手路来甲台湾交配，感谢呢？是，其实啊，头拄安尼讲啊，我想到以前啊，吼，咱台湾中华民国啦，吼，啊是在联合国内底的时阵啊，吼，迄阿公啊，拢都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嘛。啊，伊嘛努力几十年啊，吼，按上尾啊入去，因为这无合理嘛。迄当初时，迄咱台湾中华民国台湾讲代表全中国，所以伊被排除。我有一个感觉啦，就是讲像这款无合理的代志啊，会到时候会被平反。就咱像咱台湾，即马经济。民族各方面表现较好，按被排除，纯粹是因为政治的因素。按当然，这款不合理的代志，我想讲，在国际社会上面来讲，开始当因国际社会开始在想，这是不合理，这是唔对的代志。迄当阵咱台湾就开始，上好开始就是讲像。从世界卫生组织这款所谓的民间，这你无话讲嘛？你这来当台湾，这根本就无合理嘛。不过老师，我想要对问一下吼，就是中国以早无伫联合国内底，迄是因为迄足大的所在，去互台湾这个小小的所在内底的政权讲，我代表你全中国。是。不过，即马咱台湾伫国际社会受到的待遇，是中共遐大的所在，讲台湾是伊的一部分。事实上，若是有人徛伫中国的角度，伊会讲啊，伊到遮大的所在，代表你，敢毋使唔对？这就看安怎讲。伊毋是讲，即马就是讲，咱台湾是主权一个中华民国对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迄当然甲阿公啊，迄无代志嘛，都像拢讲甲足清楚的。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毋捌统治过甲台湾拢无关系过嘛。所以讲伊啥物理由讲台湾是伊的一部分？我头拄就讲嘛，迄美国的一个一种的政策，
一开始就对台湾是毋是中国的，伊就模糊，伊就无爱讲嘛。因为所以讲，伊就是这款模糊的态度，使得即马咱台湾，吼，对美国会使来甲咱支持。上重要的，就是讲，咱台湾的国家的认同是安怎？咱家己是安怎想？咱家己若想讲啊，我若是中国的一部分，当然啦，国际社会要甲你支持，可能嘛较有困难。你若因为你想的甲对岸想的若是拢共，当然你若想讲，即马迄民族国家，咱会想讲主权。台湾人想对，咱台湾就是咱主权，咱想讲，咱家己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当然啦，你若安尼想，当然人就会甲你支持。